水里一间国小今年举办 SUP， 也就是徛咧高船仔毕业典礼，校长就伫2月潭中来颁发着毕业证书。这一遍的 SUP 毕业典礼活动，有暨南国际大学台湾山水教育影像发展协会等等单位协助，那推广2月潭水上运动，嘛互囡仔学着水上救生的观念。我们也期待小朋友在亲水爱水之余也可以也习惯水性。水里乡新城国小小连续2年安排师生体验水上运动，今年学校特别安排 SUP 毕业典礼，让师生留下难忘回忆。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，我觉得校长就是这样子安排，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到，就是去体验到这个水上活动，我觉得非常的有趣，也非常的具有纪念价值。希望透过活动的办理，和更加侪人明白 SUP 被放啊船的水上运动，宣传营销2月潭美丽绿岛环境和观光旅游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